最近在南韩有一波偶像入伍潮 ，SHI 内的 Key、VIX 队长 N、前2AM 成员郑真云都选在4日进入中青南道论山新兵中心受训，现场吸引上百名粉丝到场送行，宛如小型见面会。SHI 内成员 Key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y。为了履行国民义务，今天入伍了，大约明年10月退伍。我会很有朝气入伍前跟粉丝最后道别。SHI 内的27岁成员 Key 穿着黑色帽 T， 还把帽子戴起来。他4日低调现身中青南道论山新兵中心，准备要暂别演艺圈，露出新剃的小平头，有些腼腆。SHI 内成员 Key 头发能习惯的，所以不用担心现场粉丝看到偶像的小平头都纷纷大赞很可爱。Key 是继队长温流之后第2位去当兵的成员，其他成员明豪和泰明也现身，展现兄弟情，到场送 Key 进军队。两人都用手摸着 Key 的小平头。同时间入伍的还有把剃发过程 PO 上网路 ，VIX 成员 N 换上当兵小平头发型，五官看起来更鲜明立体，也多了一丝男子汉的味道。他4日下午坐着车进入新兵中心，中途摇下车窗与粉丝挥手致意。还有27岁的前2AM 成员郑真云也在同一天入伍，而最近惹出夜店风波的 BigBang 成员胜利，似乎也有意要在3月中提早申请当兵。韩星胜利 02.217我提交了自愿接受调查的请愿书。胜利因为投资的夜店爆出斗殴、吸毒，甚至对客人施暴等夸张负面行径。现在又有韩媒报道，胜利的夜店合伙人兼夜店老板的李承浩贿赂警方2000万韩元，大约55万元台币，引起公愤。胜利上周3主动现身警察局接受长达8个半小时的调查，但还有许多疑点仍未厘清。要是胜利入伍服役，就得交由军检调查，移交军事法庭审理，恐影响警方进度。